大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学生囡仔即马当咧晓纸，为疫情3级警戒了后，大家拢是伫咧厝内学习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就是学校的学，学生的学。读做学，这是文音，学就是学习、学技术、学知识的所在。像咱讲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。另外，科目有经济学、社会学。这里背音是读做学，这里学同款有学习的意思，像咱讲学师啊、学煮食。另外，学习的所在，咱讲学啊，中学嘛有人讲中学，大学有人讲大学。这里学嘛有模仿的意思，像讲未正学行，先学飞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咱读做走学，嘛有人讲是偷走学、走猪，就是该读册的时间无伫咧学校，走出去浪流连。第二个词读做暗学啊，就是夜校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阿明少年较袂晓想，读高中的时偷走学，高中抑搁读暗学啊，一直到最近才开始伫咧学习，即马真拍拼，永远都袂嫌晚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学，这是背音，另外文音读做学，提供互大家参考。